那位母亲能创造的奇迹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呢？10年、20年，哪怕是一辈子，5年了。你就这样深深地沉醉着，默默地不理我。我心里暗暗地转乱着，转乱着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你醒来了，醒来了。一斌，你刚才饿了我下什么？一斌啊，你要是真的有了知觉，再重复一次好吗？来呀，来呀！又是一次没有意义的条件反射。是那张奇怪的错误，毁了我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为什么是一张奇怪的错误？那天，你我像往常一样，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一辆黑色轿车驶动天降，它人向你我冲来。难道是有人血雨没生吗？我知道，那辆少子车原本一定是冲着我宋永天而来，可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你奋不顾身将我推了出去，司机却倒在了血泊之中。5年了，我抹不去当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啊！还记得我们在澄江边的那次漫步吗？你说你从小就梦想澄江能有一座大桥，我说这是个梦想成真的年代，明天的澄江一定会架起一座跨江虹桥。时隔3年，大桥果然建成，可不到3个月，轰然一声，耗资1亿元的大桥是噩梦般的垮台。市里要成立专案组，彻底调查对五闸工程背后的腐败。这段时间我的工作会更忙，不过你放心，
我会请一位小阿姨来陪伴你的啊。我已经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就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保姆。你怎么进来的呀？门开着，我叫过，你没有应声，我就进来了。哦，你叫过我了吗？刚才你神经专注地和阿姨说着话，所以我……哦，哎，你刚才说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？有那个介绍信与。我姓方，叫方小侯，侯就是荷花的荷。荷花的荷，使人联想到丑女儿不传的歌剧。方小荷。我的家在大山角落，我不想一辈子埋在山里，所以到城里来当了保姆。你以前有过护理我妻子这种病人的经历吗？家政公司说好让我先试用1个星期，要是做成不满意可以随时把我治了。那好吧，我先把你的行李拿到房里去。不要动！叔叔，这包里全是些女孩子的用品。哦，那好吧，你自己拿进去吧。哎，喂，是我。哦，是李书记啊，请组织放心，我已经请了位护理宜宾的小阿姨，随时准备到专案组报到。什么？是林一山？我马上去到，马上去到。邵叔叔，我以为你醉了呢。我是要走了，忽然想到你初来乍到，是不是需要些什么呀？没有，邵叔叔，你有事就快走吧，家里有我呢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哎。
么会是他呢？怎么会是他呢？继位公职多年，长恩无数，我这心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沉重而迷茫。从你那严重的脸色，让我感觉到你将做出的决策事关我他的生死存亡。不，简直是我不能相信，这难道是为真的？谢帝，你坚定的口吻，简直就是我的福音。可这一封举报信，使我不得不信啊！谁？是我。宋先生，你回来了，我想着你了吗？啊，自从原先的保姆一走，我这个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过外人了，也是进房了，请了一位小阿姨了。我来这里都一个星期了，可你每天一早离去，半夜回家，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一眼。这段时间工作太忙，顾不上关照你了。家政公司说好让我先试用1个星期，今天试用期满，不知你对我是不是满意？哦，对了，自从你来了以后，我这个家可真极多了。看来你是个能干的小阿姨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大概不会被主生子了。当然不会了。说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说了，当一个保姆的去听那些谣言干什么呀？谣言？什么谣言？我是在菜场里听人说的。说什么了？有人说，春江的大桥岸把林副市长也牵连进去了。哦，我怎么没有听说呀？宋先生，你真的没有听说过？你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可我从来都不会听信谣言的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！啊，宋先生和林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你当然是不会轻信谣言的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和林医生关系不一般呢？难道不是吗？何以见得5年前，阿姨遇错和生命在位，正是林市长的一切好生选举了他，所以你心里一直很关切林市长，不是吗？啊，就为了当个保姆，连这样的背景你也做过调查？宋先生，你怎么这么识相我？难道是出于你的职业习惯吗？能对我的背景实属假证，恐怕也不是一个当保姆的职业习惯吧。要是你怀疑我是个坏人，那我马上就离开。等等，即便你要走，在临走以前，也必须对我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看，这5年前，林市长为强权义，见义勇为，操量鲜血，昏倒在选举台前，官绅事情累尽矛盾，你把这一份份肩膀。但愿我的好奇心没有伤了你的自尊心。我一个当保姆的，这就做人满意就谢天谢地了。我讲究什么？自尊心。小欧，小欧，
就连着小保姆对市长也心怀憧憬。一门举报从此定，又是杀破金木心。无心的事儿无与生人，一起耳鬓的诉杀心声。一并当年与死神擦肩照不应，一晒他烈血相救有他恩，君子之情本无家，愿以为可把这深情留作老泪的对影。谁料想风风举报是当真，真真扎在云天的心。虽说是阳光之下有暗影，为什么偏是他成了无白爱的替身？喂，是我。哦，省纪委调查组到了。好。什么？马上对领一声，列案侦查。睡。小欧，小欧，宋叔叔，你讲我有事吗？你谁啦？正做着梦呢。那我不给叫醒你了。啊，不，宋叔叔。小儿，我要出去，别忘了，阿姨房里的窗户要经常开启，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。
你在接谁打电话？啊，是见我一个同乡，脸色为什么那么难看？是被我那个同乡气的。你们吵架了？对，刚才在电话里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。他是个没有性格的男人，如果是面对面，我肯定会一巴掌破他的脸。小，啊？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对方根本没有接听你的电话，你怎么能和他大吵一架呢？宋叔叔，你这样监视着我，是怕我卷走你家的什么宝贝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也就用不着担心了，因为我家一无文不古董，二无金银珠宝。那你为什么去而复为？这不是监视我，又是什么？我为的是因为我不能穿着睡衣去工作。我叫你去拿外套。等等，小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一个女孩子，难道就不有点自己的隐私吗？既然那样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不过什么？其实从你走进我家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感到你身上有一种神秘感。那是你查案子多了，过于神经过敏了吧？我将你好友一比，比什么？你就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找不到家的孩子。那，你为什么还把我留下？我没有把你拒之门外，是怕你万一走错了方向，就会永远找不到家。小，我该向你道声歉，是我当叫了你的好梦。不，我还没有睡呢，做什么梦？那好吧，你早点睡吧。必须顶着扮演这样的角色。快的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一颗身体落地呀！你来干什么？也许是来告别。刚才我叫你打手机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因为刚才我正陪伴着病重的母亲。你真是个小子！小子和逆子无非一时之差。刚才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是省纪委调查组到了春江。你消息真快。
所以你就晓得向着进了宫的小鸟，就想尽快飞回深山老林中去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是啊，我也害怕。坐牢、杀头，谁不害怕？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刚才我坐在母亲的床边，看见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，充满着对儿子的一种自豪感。我忽然感到害怕，我害怕母亲那充满自豪感的双眼，有朝一日会流淌出缺少的泪水。我真的痛啊！我痛问自己，为什么就……事到如今，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可我不关心，我不关心我的人生会在最辉煌的时候脱酸坠落。说在就我一次机会，我另一生就要为老百姓百亿千金，以完结功德传世。我会让母亲的眼中永远闪动着对儿子的一种自豪。可是，我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你还是去自首吧。我可以去自首，可即便自首能弯曲法律的状况，我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事情后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只要能过这道关，我一定能再创辉煌。关键就在宋云天身上，他是专案组副组长，只要他网开一面，就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宋云天不是你我想象中的那种人，他和我不一样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他怎么可能和我一样呢？我要管着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睡，有年江处长。可他宋云天管的是基建，说得好听叫原则性，说得不好听叫一根筋。可你要记住，他也是个男人，是男人，就会有男人空洞的。少点。不，我不牛，那好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强求你什么了。我是自作自受，倒也罢了。我是不忍心啊！我不忍心，你也跟着我一起掉进那万劫不复的深渊呐！奶奶，我为了姐，我泪下，你在吧？你在，你在吧？
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常年随着一群没有情感反应的躯体，难道真的就心无旁骛？我丈夫是普通的人，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新潮的事，他却认为是天经地义。那你又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凭什么成了这样，还能牢牢拴住一个男人的心？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，不幸是我和他近在咫尺，恰似个重阳。可我于是最幸运的女人，因为我最爱的人总是把希望的阳光送进我的心房，把希望的阳光送进心房。刚才你碰了我一下是吗？难道你真的醒过来了？真的醒过来了？宋嫂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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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阿姨她……一斌，你真的醒过来了吗？一斌，一斌，一斌。又是条件反射。小，把蛋糕打开。宋嫂嫂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？啊，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？是啊，你一定是从我的身份证上看到的。你看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可你那么忙，我还请我买生日蛋糕回来。宋嫂嫂，你的女人都是那样的细心吗？对不起，小，我并不知道你和阿姨是同一天生日呀。哦，你是叫阿姨买的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小，就算这个蛋糕是宋叔叔送给你的，我再去阿姨家买一个就是了。不，宋叔叔，见一个这么人过生日，真的会有什么意义吗？哎，我临走时对你再三关照，阿姨房里的窗户要经常开启，这房里的空气糟糕透了。算了，叶医生不离开窗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们了。这段时间，专案组正处在攻坚阶段，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陪你了。可今天是你的生日，
说什么我也不能不为了赔礼呀。现在呀，沈家过生日，包饭店，邀请问，好一番热闹啊！可你的生日，只有你和我。这样更好。美丽人当交的两人世界，一个温馨和宁静的空间。看16、17，光阴似水，可你就怎么那么贪睡呀？睡得是那么沉，睡得是那么香，你怎么就不早一点醒过来呀？帮我写个字，帮我洗件衣，哪怕是和我赔个罪，和我吵个架，哪怕是对我唠叨个没完没了，再听一听我这个大丈夫发一发小牢骚，我派你醒来呀！我派你醒来呀！
家园。
的生日吗？我想和阿姨还在一起庆祝。对不起，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你啊。你以为阿姨她真的会醒过来吗？在我的心目中，她一直都是醒着的。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其实是个很不现实的男生。什么意思？阿姨她不会醒过来了，她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这个世界上，不光是到处有人在骗人，也还有人在骗自己。你这是谁？不是什么，那就是你。因为在这个房间里，除了你和我，没有别人。关于我的夫人，可他是个责任。请你不要当着我的夫人。你妻子她明明醒不过来了，可你还把她当成健康人那么死睡着，这不是自欺欺人，又是什么？你与我出去。5年了，你一直都和一个责任睡觉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这样的生活正常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帮你重新找回男人的感觉。年纪轻轻，怎么那么不知始爱始终啊？真是心理变态！变态的是你。其实你心里也非常清楚，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为妻子负罪的愿望专注在你的心灵，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是美上你妻子的演绎对象，你以为你是在伸张正义？不，这正是你随着个明争上网的妻子而造成的变态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许你踏进我妻子的房门。不是你的本意，那定是别人的随意。不，我根本就不能说理事长。保姆的居然和市长保持着热线联系，完事不曾是另一山。黄颜色的当当秀，这不知一根篱笆路真相，只是两个的会的事。暗中偷听东风报信嘛，应对之差来商量，以机关算尽作为账，逃不过我宋云天的一双。不是记住是记当，并非受过林市长，大家尽弃虔诚了流言蜚语满街呀，林市长心里血丈夫一方怒不忙，遭人嫉妒在官场，我官帽奉献为你家为的事。
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何尝不是我宋云天所希望的呀？喂，我是宋云天。什么？林一山跟我死上？你全全大大不来事，不来事，嫂！林一山他跟我自杀，他死了吗？你一个堂堂市长，怎么能跟我自杀呀？只有农妇才会选择自杀。流了点血，能见到你这位反武英勇，不亏。怎么说？事实是假的了？我为自杀，是我不小心让玻璃碗破了水碗。有了不少希望。明天，那年枪决一兵，我输了多少毫升的血？哦，1000毫升。是吗？我差不多都忘记了。那年我一次能输1000毫升，今天流那么点血，不过是毛毛雨，离死人还远着呢。我明白了。哦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一山，当年一腔热血就一兵，恩德是山记在心。今世不久枉为臣，一梦一中把旧事挂在心。宋云天，都是忘恩为你的人。林一山对施恩图报最痛恨，君子之怀最坦诚，我也想当面和你讨讨心。一山啊，这些年恩心烈血有增减，一路高歌与世间。难道你生生路上失精神？全都是官场欺臣，捕风捉影。一山，明天，人家不了解我，难道你宋云天还不了解我？我林一山肚子里有几根肠子，脑子里有几道丸子，甚至我的手心上有几道为人民服务留下的老茧子，你还不与我了算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是多么希望你还是我曾经那个了解敬重的林一山啊！可你就那么死心，你能对着朗朗天着，闷着胸口大喊一句：“我林一山清白无辜，天资可鉴。”恐怕你不敢吧？
明天，你们究竟抓住了我什么把柄？哼，我又有什么把柄可让你们抓？是亏好高，就能经受得起神后捶打，只有朽木才。算了算了，你有你的纪律，我不让你为难。你走吧。明天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好好照顾一病。她真是个好心的女人啊！医生，我代表一病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人在我面前为你失情了。你是说我妻子吕春燕？她有精神抑郁症，多疑多猜，没办法。说出来恐怕你会不信，她可是我家的一个小保姆。你家的小保姆凭什么为我求情？她说你曾经对她提供过无私的帮助，她要对你推讨保利。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我帮助过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可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呀？可早安组为你保证的那部手机上记录着第一个电话号码，你总该记得吧？对不起，我不记得了。那好吧，你多保重。惨死了！惨死了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不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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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大嫂，你不是一直住在医院里吗？怎么出院了？出院？我这辈子怕都出不了院了。
云天，我今天是来救你啊！我是来向一并无你谢罪的呀！大嫂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要是记得中一并，早已是那张错失气。大嫂，难道你知道那张撮合的内幕？虽然是我眼前的事了，可他天天在我眼前纵眼，都快把我整无死了呀！大嫂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好吗？明天请我跟爷。哦，哎呀，大嫂，我。大概也是这么个时分，我正想休息，忽然电话响了起来。我正想拿起话筒，不想林三比我先接起了电话。喂，哪位啊？但是电话好一阵没有应声，我正想放下话筒，忽然听到是林副市长家里吗？林副市长？哦，不，你当错了，这不是林副市长的家，是林局长的家。哎，我们春江也没有姓林的副市长。你不姓林啊？哈哈，我是姓林，可我不是林市长。喂，你是谁啊？哦，是支持你当选副市长的人民群众啊！谢谢你们。不过这次我这个副市长候选人是我宋云天同志差额竞选，最后究竟谁能当选可不一定啊。那个姓宋的，这些年来在排案中得罪了那么多人，万为有谁对他的票啊？恰恰相反，宋云天正是反五败而深得民心啊。哦，看来要把林局长副长进院的，还真有一点难度哦。啊，谁上谁不上，不都是为生民服务嘛？林局长，这话言不由衷了吧？可我总不能公开去请求人民代表们来给我的票，你说只对吗？要你点个头，我保证明天一举让你成功。要真的那样，我可要好好谢谢你喽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啊。喂，你究竟是谁啊？古代的宝物被人称为宝青天，是因为它额头上有一个月亮。其实那不是月亮，而是一块伤疤。那个姓宋的不也将称为青天吗？可他额头上没有那块疤，我们借他祖上一块。喂，你们可不要误会啊！林副市长把事情交给我们来办，明天你就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吧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喂！你怎么又推听我的电话？叶三，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他？要知道这为啥出什么事吗？我今年正好45，失去这次机会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不追钱，更不追错，做人一生平安，比什么都强。叶三，你快去把刚才接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找出来，阻止他，一定要阻止他。看你神经兮兮的，我想
他们也不至于会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吧？那个神秘的声音，听得我心里一阵阵的打颤。你要是不赶紧阻止他，只怕会后悔莫及。可电话已经挂了，你让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人？你马上到电信局去把那个匿名电话查出来。亏你想得成！我要是到电信局一查，不就将这件事公诸于众了吗？你让我今儿怎么在官场上问？你在乎生意，却不顾后果。医生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医生。那好，我这就去背着宋云天，在明天清选之前，我24小时一刻都不离开他，可以了吧？喂，喂，林副市长，恭喜你啦！你们过来什么？林副市长交代的事，我们能不尽力办好吗？你无事，我什么都没交代。什么都没有交代，就等于交代了吗？尊敬的林副市长，我们可是为你冒着大风险的哟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八兄弟，你可不能附和插桥哦。喂，你们对宋云天究竟过来什么？林副市长，不妨去医院看看，那里正在上映一幕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呢。喂喂喂，我去医院。只觉得乌云中阵，天地心思过于才医生啊，是什么长的忙了，也是什么长的了心？你原本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为什么是你说陈小人？昔日朝夕共相处，做英雄大路人，一年只差龙一天。抢回了一股美万世才的好家庭。医生，你为什么不拒绝他？你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拒绝他？那个你没有接听的电话是我打的。什么？是你打的？我想一并和你关系最亲的，向你去照顾一遍。林一山，你看看这一份份从当年各种报纸上剪下来的简报，我一直把它珍藏在严冰的枕头底下，是想等他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。可谁知
这官人世界的背后，居然还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。林一山，你也是凄惨男子汉，你也是20年的老党员，你也曾当街下信誓旦旦，你也曾人生路上高过弯。为什么你阳光道上只因还经不知，一个月是把心胸软，挫折英雄汉可珍贵美脸真可贵，一个城市的瓦简单，真假美丑两边之间，深黑河水法力来用另一山，恰不知你那一撇一捺是何装点，是何装点。再怎么说，你们也是夫妻，你不该揭露他的老弟。本来是想替他究竟的呀，可你不但没有为他究竟，反而出卖了他。要是出卖，是他早把自己出卖了。你站住！我倒想站住。可站得住吗？失去自动的气头，真想满张要压出去。尽管我喊破了喉咙，可头顶不住了。眼看着就要粉身碎骨，你懂吗？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你不配做他的妻子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跟我讲话？我是宋家的保姆。哦，方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看看，这怀念单上写着你怀孕了。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我原以为那两句要摔下月牙的葱，这种人哦，他，现在看来，万一一个，那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懂，这东西他复印了几十张呢，你还不懂吗？复印了几十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该问问你，为什么要去宋云天当保姆？天作孽，伤口我；神作孽，不苦我呀！为什么要送云天家苦我呀！当保姆？这怀念的，他复印
到明天就会铺天盖地，漫天飞舞。不，不！
外山的父母，我生死待算间，遇上了热心相帮的邻居山，总以为暖脚苦，淌血的心房想不到，他马换算，把我身言走大，落尽在万丈深渊。我求生复返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现在醒悟，还为时不晚。站住！外面黑天黑地，有暴雨倾盆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不怕你为什么要逃跑？因为我怀孕了。有神！你见过拿自己的名誉来侮杀的女人吗？什么意思？没看他这份人气质，无念自居的孤独男人，身边或是来了位容貌还不算差的小保姆，耳鬓厮磨的过了2、3个月，小保姆怀孕了。你说这孩子会是谁的？你真厚颜无耻！我是厚颜无耻。你看看，这是我怀孕的化验单，同样的纸片可以复印几十张，甚至几百张、几千张，散发出去，铺天盖地。你怎生得住吗？小小年纪，怎么那么恶毒呀？恶毒的不是我方向，林一山是你什么人？林医生是我们小百姓的父母。那你又是林一山的什么人？我就是林一山包养了老年的爱他骗了我以为他真心爱我的，谁想到他不够把我当作随时可以散去的妻子。官的世事，珍宝从真清廉啊！天是那么的黑，那要是他下来，就没有我躲藏的地方。哪里的刀，就从哪里站起来。我是不是成了林一山的同儿来了？那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那你玩的什么？把我抓起来好了。当初明知你来者不善，我为什么没有把你驱之门外？你想过吗？你说，
我就像个站在十字路口迷了路的孩子，要是走错了方向，就会永远也找不到家。可我已经没了家。我站在你的背后，看到了你正向往着阳光。小欧，深深好比精彩的绿荫，有惊有喜，有苦有乐，在
才是真。错马平川，一路过身，再上江海，浪淘尽心。人生也有，却到夜尽。只要你心中常有太阳一人，人生路上才能够不追问。我在按住副组长家里才最安静。林一山，你真是机关算尽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怕你。方小红，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啊！我当初来这里，并不是真心来当保姆的，名义上是来照料阿姨。可事实上，这2、3个月来，我连一天也没有真心实意地陪伴过阿姨。明天我会跟你去自首。今天，你就让我真心实意地陪陪阿姨，好吗？手。小红，你去吧。怎么事？你还不愿主动说清自己的问题？你认为我真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不谈你的问题，想必你也不会是来谈我的工钱。今天我是来带你去看一个人。在我堂堂正正从这里出去之前，我什么人都不想见。你胸口要是还装着一口真心的话，你就该想想你的母亲。我的母亲。孙雨天，我们都是男人，男人之间再怎么样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你不该惊动我的母亲，要知道，她不仅仅是我林一山的母亲。正因为她不仅仅是你林一山的母亲，她是一位令陈江儿女们缩短千金的老人，所以我才甘愿冒着风险为你做了担保，让你去见老人家最后一年。我母亲她怎么了？我母亲她怎么了？老人家昨天评说了你的事，当场就
是母亲哦，心是苦，不言而你谁才儿子不生年，3年你为儿子成孤岛，到头来子母杀生，一生尽儿家事。临终的遗送，也未能听见。妈，你这么说走就走了，我多想让你再听我喊你一声妈。儿啦，妈，儿子看你来了。妈看到了，可你脸上为什么那么灰暗呢？妈，儿子，以前我儿子总是那么红光满面，上了这个做妈的呀，一看到你，心里就那么踏实和自豪。可今天的你这么伤疤，一见就想落泪。儿子啊，我们最怕。妈，你想去哪里？该去看看你父亲了。还记得这座烈士陵园是怎么修起来的吗？
儿子记得。你当算记得，因为这却是我儿子当年在这里当镇长的时候修的。自从儿子修了这座既放着1300名烈士英文的陵园之后，这里就成了马常来的地方。你知道马常来干什么？儿子知道，每当儿子抵了这物，成了表彰的事，母亲，你总会高兴的喜泪纵横。你一定会踱步来到这所埋着我父亲遗骨的烈士陵园，在父亲的墓前点上一支清香。我会对你的父亲说，我们的儿子已经不老。可今天妈带着你一起来到这里，你又能对你的父亲说些什么呢？妈，儿子愧对9000之下的父亲自愧，你说这话是想教导你父亲不到安心吗？儿子，你还能找到你父亲的墓碑吗？儿子能找到父亲墓碑上的碑文，还是儿子亲随看。那好，你就替妈找看。找不到是吗？妈，我在找。你永远也找不到你父亲的墓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父亲的墓碑上已经没有了碑文。不，父亲的墓碑上明明是有碑文的。是妈将它抹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抹去碑文？因为上你父亲的英文不随儿子玷污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啊！
为父亲中，你做到了吗？他爹。没有等到儿子出生，就捐躯上葬。这50多年来，我一直亲随着你的亡灵，因为临终时我曾说过，要等你回来，等你一辈子。我实现了诺言。妈，你为儿子睡了50年的觉，儿子却让你失望。妈，睡了50年的觉，妈睡的不是白发，而是信仰。却毁在了亲生儿子的身上。他爹当年接到你的阵亡通知书时，我在神前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因为我知道你死得早，可是今在我们的儿子就走到审判台时，我的心儿子爱了你，儿子爱了你。儿子，你还能找到你母亲的墓碑吗？找不到。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因为你不会再去当家你的父亲了。
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听过的那个故事吗？那是个关于母亲和儿子的故事。从前有个贪婪的儿子，说尽了母亲身上的一切，还用一种不满足的眼光看着母亲。母亲问他：“儿啊，你还要娘的什么呀？”儿子说：“我要娘的心。”母亲就把自己的心抛给了儿子。儿子捧着娘的心，欢蹦乱跳，跑出家门，跌下一半，摔了一跤。可此时，母亲的心问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儿啊，摔痛了吗？不要生。”这就是母亲，这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啊！不要生啊！是儿子杀了你，是儿子毁了你守了一辈子的信仰。为了让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不再遭罪伤害，就让阳光净化我们的心灵吧。可是你却丢失了一名党员干部最重要的什么？竞争争吵。我们共产党员的竞争家园永远是情不自禁，别让团结毁了它。一
兵。